今次要同大家分享第3個講故事嘅秘訣：適當互動。同小朋友講故事唔應該係單向，只有父母講，孩子被動咁坐喺度聽故事。我哋可以嘗試讓小朋友參與其中，例如講好餓的毛毛蟲時，可以請小朋友扮演毛毛蟲四處尋找食物，又可以喺故事中加插提問，例如毛毛蟲喺第一日食咗咩啊？你覺得毛毛蟲食咗一個蘋果之後飽未呢？毛毛蟲喺星期6食咗好多嘢喎，你記唔記得佢食咗啲咩啊？透過提問，唔單止可以引領小朋友思考，加深對故事嘅記憶同埋理解，更可以透過討論故事情節，俾小朋友一個好好嘅機會去表達自己嘅諗法，提升邏輯思維。講故事時加入適當活動及提問，與孩子互動，講故事就變成一場遊戲，小朋友自然就會投入，印象都更深刻啊！想知道更多講故事嘅秘訣，記得留意下一集。